阿斯塔納係哈薩克斯坦嘅新首都。呢個新首都嘅特色係好多新建築，呢啲建築外表都好宏偉，全部都係打卡勝地。每一個地標我都會先喺附近拍照，然之後再去周圍食飯。第一個景點係旅遊塔，附近有一個阿布達比商場，地下有一間日本餐廳，呢度點餐仲算方便。我先點咗壽司，然後叫咗啲米飯嘅熱食，味道都唔錯。當天夜晚去咗清真寺，今次係選擇步行前往，選擇夜晚嚟，因為日頭真係太熱，步行喺街上面都幾困難。清真寺嘅夜景有另一種感覺。參觀後，我哋匆匆忙忙喺附近食飯。呢次入咗一間日本嘅拉麵店，我哋幾乎係3號之前先至嚟到，好快點咗3個麵，一個係素食，一個係雞肉，仲有一個牛肉。呢個城市我嘅印象係地標眾多，值得過嚟體驗一下。